因为国内出现非洲猪这病毒，一个用到猪肉的店家拢宣布讲11月7日进前先暂停营业哦。那疫情搁再拖烧，恐惊愈侪店家就爱搁继续休困，无通做生意。业者嘛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提出补助的办法，助因渡过难关。 台南有名肉素店、福星小吃店，过去早起拢是台南人早顿一定爱食店头之一。不过最近受非洲地震影响，原本应该是营业时间，店头门口煞无预警挂出欠猪肉食无难之样，好真侪人食无。影响大不大？蛮大的吧，就吃牛肉。足正统的台南足好食，肉素饭。啊，你一礼拜就爱食2道，安尼10几天无通食，你要办？袂要紧啦，迄落台南人讲食牛肉清汤啦。除了肉素饭以外，用低心蛋粉做主打餐点的阿平地心，也因为原料不够，也大休困的故事，一股台湾加油也讲出店头的无奈。 啊，很多餐厅都没有开了，现在。前面那个猪水已经都没了嘛。会不会很失望啊？有一点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。其他的小吃店，亲像沙卡里巴的阿仔点心档、旧金菇的串咖米糕，虽然还有一点库存会应急，不过也强调库存若空啊，也就是休困的开始，因为闭会期间无可能超过防疫的需求。在屏东的有名小吃店，也因为欠猪肉做肉素。 低半价店头也对你休困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解释说要放那么多天，啊，只好就是我就这幽默的一点的情啊，去把它表述出来，啊，也可以让顾客可以会心一笑这样而已。虽然是猪肉顿会影响的层面算一直放大，不管是店头也是民众，心内拢是甘来希望疫情会赶紧结束，互美食会转去生活内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